發現唔少家長一見到小朋友肚餓，第一時間就去揾止屙藥俾佢哋食啊。但係其實隨意咁樣服用止屙藥有可能會令到病情加重㗎喎。大家首先要清楚知道點先為之腹瀉先，即係並唔係我哋所講，我哋當日嘅大便次數增多咗咁就係腹瀉㗎喎，而係定義為每日出現咗2次或2次以上不明原因嘅稀便或者水樣便，先至可以被判斷為係腹瀉㗎。咁如果真係有腹瀉嘅情況，又應該幾時用止屙藥呢？咁會比較建議如果小朋友每日嘅腹瀉次數係超過咗5次或以上，又或者由醫生直接開處方啦。如果唔係都唔建議過早去使用止屙藥㗎喎。其實肚屙係我哋人體嘅一個自然防禦機制嚟㗎，係我哋腸道透過快速嘅蠕動啦，將體內嘅毒素啦、病原體呢啲有害嘅物質可以盡快咁樣排出體外。但如果你一開始就用一啲強力嘅止屙藥嘅話咁就會將呢啲嘅病原體嘅毒素就鎖住返喺我哋嘅腸道入邊。咁唔單止會拖長咗我哋嘅病情，仲有可能會引發2次感染添㗎喎。雖然話肚屙係我哋身體排毒嘅過程啦，但係大家都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喎。因為腹瀉對於我哋嚟講最大嘅風險唔係我哋嘅排便次數多咗有幾麻煩，而係佢會令到我哋有脫水嘅風險啊。因為肚屙嘅過程係會大量咁帶走咗我哋體內嘅水分啦，同埋一啲重要嘅礦物元素，例如好似鈉同鉀呢啲咁。嚴重嘅脫水甚至會引發休克啦，同埋器官衰竭㗎喎。所以後果係不容輕視啊。點樣先知道有冇脫水嘅情況呢？其實最客觀嘅標準就係從我哋嘅體重變化去做判斷。就以一個20 kg 嘅小朋友為例啦，如果佢嘅體重係下跌咗5到10%，即係已經有1到2 kg 嘅情況底下就已經要提高警惕啦。因為呢個情況就已經係屬於中度脫水噶啦。咁如果佢體重係下跌超過10%，即係已經體重下跌超過2 kg 嘅情況嘅話其實就係屬於嚴重嘅重度脫水啦。咁無論係中度定重度啦，呢啲情況都必須即刻送院就醫啊。但係如果家長並唔清楚小朋友目前嘅體重係幾多，屋企亦都冇磅可以稱，咁我哋其實都可以從外在嘅症狀去做判斷嘅。譬如你會發現小朋友嘅口唇已經有乾裂嘅情況，喺佢哋嘅眼窩同埋前唇嘅位置已經有明顯嘅凹陷現象，又或者喊嘅時候冇眼淚或者已經係減少嘅情況啦，連續6個小時都已經冇小便呢啲情況其實已經係屬於明顯嘅脫水現象嚟㗎啦，就建議馬上就醫啦。但係如果小朋友都冇以上嘅情況，佢哋亦都冇發燒，精神狀況係尚可嘅，只係有稍微嘅口唇偏乾啦，喊嘅時候依然係有淚水嘅，尿量係屬於正常，又或者係稍微嘅減少嘅啫。咁其實就唔需要太擔心，因為咁樣都只係屬於輕度嘅脫水，咁可以留家啦，去自行去進行補液同觀察就可以啦。所以腹瀉期間最關鍵嘅任務就係補液啦。咁補液係首選以世衛組織推薦嘅低滲口服液鹽3嚟到補充。呢款液鹽佢嘅葡萄糖同埋電解質嘅比例係經過科學嘅精準配比啦。佢嘅滲透壓比較接近我哋人體嘅腸道環境啦，所以佢嘅補水效果係遠比飲白開水啊、普通嘅湯水啊同埋運動飲品係嚟得好好多㗎。點解唔建議淨係飲白開水呢？因為白開水當中佢並冇葡萄糖，亦都冇足夠嘅鈉質。咁如果大量飲用嘅話佢反而會稀釋咗我哋血液當中嘅電解質含量啦，容易引起低鈉血症，導致小朋友容易出現嗜睡啦同埋抽筋嘅現象㗎。咁點解又唔建議選用運動飲品嚟到做補充呢？因為市面上面嘅運動飲品佢當中嘅含糖量係偏高，而鈉質又偏低喎。咁樣嘅配比容易因為造成滲透壓過高啦，而有機會加重咗個腹瀉嘅症狀㗎。就算有啲人會建議將運動飲品稀釋咗之後再嚟到補充，但係其實咁樣只係將個含糖量降低咗，但係並冇辦法去改變到佢當中嘅配比值。咁所以佢嘅補液嘅效果依然唔係咁理想。咁呢款口服液鹽3應該點樣去飲用同補充呢？就建議每一包嘅口服液鹽就用250毫升水啦去溶解，然後飲用量就需要按照2個情況嚟到補充嘅。首先就係主要用嚟預防嘅情況底下，即係小朋友佢冇明顯嘅脫水情況，咁家長可以喺佢每次嘅稀便之後按照翻唔同嘅年齡去補充翻適合佢嘅飲用量。譬如6個月以下嘅嬰幼兒補充50毫升，6個月到2歲嘅幼童適合100毫升，2歲到10歲嘅兒童就150毫升，10歲以上嘅大童至成年人就唔限嘅，但係建議每一次嘅補充量都唔好超過250毫升喎。咁第二
種嘅補充方式咧，主要針對咧已經有明顯嘅脫水症狀嘅人士，咁就需要以按體重嚟到做計算啦。按體重 kg 數啦，乘翻50到75毫升。咁呢個總嘅飲用量咧，唔係要你一次過飲晒，而係咧喺4小時內以少量多次嘅方式咧，將呢啲液鹽咧補充完就可以啦。咁肚屙期間咧，除咗要預防咧脫水呢個問題之外咧，飲食上面嘅調養咧，對於腸道嘅修復嚟講，都起住一個非常之關鍵嘅作用㗎。但係發現咧，唔少家長都存在一定嘅誤解啊！佢哋會認為咧，小朋友咧肚屙嘅時候應該俾佢哋餓一餓先，唔好俾嘢佢哋食，咁樣食少啲就應該會屙得少啲啦。但係其實咁樣嘅做法咧，啱一半嘅咋吓。因為肚屙咧，往往都唔係半日到1日嘅事，而係咧通常會持續3到4日啦，甚至1個星期有多㗎。咁如果咁樣長時間都去禁食，又或者以單一嘅飲食方式去作為補充嘅話咧，好容易會導致營養缺乏啦，而影響到個腸道修復，咁就反而咧會令到個病情拖得更耐㗎喎。所以咧，傳統流傳落嚟嘅 BRAT 嘅飲食方式咧，即係叫我哋喺腹瀉期間就淨係食香蕉、蘋果、飲粥水同埋食白麵包呢一種嘅方式咧，其實早就被科學咧推翻咗㗎啦，亦都唔再建議咧喺腹瀉期間咧長期咁樣去使用㗎。所以咧，想有效咁樣提升到呢一個康復嘅效率咧，大家需要了解到嘅係導致呢個腹瀉嘅根本原因係啲乜嘢先。其實咧，腹瀉嘅本質就係我哋嘅腸道黏膜咧受損咗，而修復呢一個黏膜嘅核心營養咧就係蛋白質同埋鋅啦。所以咧，如果我哋再按照翻傳統嘅觀念咧，淨係食白麵包、食白粥呢啲咁單一又缺乏蛋白質嘅飲食方式去作為調養嘅話咧，係好難咧去幫助我哋嘅腸道提升我哋嘅修復效果嘅。另外啦，亦都有臨床嘅研究顯示啊，喺腹瀉期間咧，補充低劑量嘅鋅咧，平均可以縮短腹瀉時間咧超過半日有多，同時咧減輕到腹瀉嘅症狀，同埋可以咧降低復發嘅機率添㗎。所以咧，飲食上面咧會建議6個月以上嘅幼童咧優先選擇低脂啦、容易吸收嘅優質蛋白為主，例如好似鱈魚啦、鯛魚呢啲低脂嘅魚類啦、蒸蛋啊、嫩豆腐啊同豆漿呢啲咁。但係如果咧有啲人咧佢飲完豆漿咧會容易出現腹脹嘅情況嘅話，咁就建議都唔好飲住先啦。咁同時咧亦都可以喺飲食上面咧配搭一啲低纖軟質嘅蔬菜，例如一啲煮腍咗嘅絲瓜、大黃瓜呢啲咁。另外啦，去咗皮蒸熟咗嘅蘋果啦，同埋一啲熟透嘅香蕉咧，其實都好適合咧喺腹瀉期間咧去俾小朋友去食用㗎。因為有研究證明啦，熟嘅蘋果裏面嘅果膠咧，佢可以幫助我哋吸附腸道多餘嘅水分同埋毒素，可以起到咧收斂同埋止屙嘅效果㗎。咁而熟嘅香蕉咧，佢亦都能夠去補充到我哋肚屙嘅時候咧流失咗嘅鉀嘅元素啦。但要記住係要熟嘅香蕉先得，因為生嘅蘋果同生嘅香蕉咧，反而係會刺激到我哋嘅腸胃啦，有可能會加重到腹瀉嘅症狀㗎。咁另外啦，平菇同樣亦都係修復期間一個好理想嘅選擇嚟㗎，因為咧佢除咗係屬於一種低渣容易消化嘅食材之外咧，佢當中含有嘅真菌多糖咧係可以幫助我哋修復受損嘅黏膜，同時咧亦都可以舒緩到咧腸道嘅炎症添㗎。所以咧適量咁樣食用咧都係幾好㗎。咁而喺腹瀉期間咧，最應該避免食用嘅咧就係一啲嘅高油高糖啦、辛辣同埋一啲嘅生冷嘅食物，仲有一啲嘅粗纖嘅蔬菜，例如好似西芹啊、韭菜啊呢啲咁樣。咁另外咧，對於一啲嘅高糖嘅乳酸嘅飲品啊、牛奶啊、酸奶咧，其實喺呢段時間都應該盡量避免啊，因為咧腹瀉期間咧，我哋腸道對於消化乳糖嘅能力咧會有所下降，咁就容易咧出現咗咧乳糖不耐受嘅情況啦，從而咧亦都會加重咗腹瀉嘅症狀啦。6個月以下嘅嬰兒咧，建議以少量多餐為原則啦。咁母乳 BB 咧可以繼續維持翻正常嘅母乳餵哺啦，而配方奶嘅 BB 咧喺腹瀉期間有可能會出現繼發性嘅乳糖不耐受嘅情況㗎，所以咧就建議更換翻一款咧低乳糖或者係無乳糖嘅配方奶，等到咧完全康復嘅3日之後咧，再轉換翻咧原來嘅奶粉，咁就會比較好啦。想要提升翻呢一個腸道嘅自我修復能力咧，就需要靠飲食上面嘅營養啦。咁如果想縮短翻呢一個恢復嘅週期咧，其實我哋可以額外補充一啲合規格同有效嘅益生菌㗎。有研究證明啦，如果喺腹瀉嘅初期咧，可以配搭埋有效嘅益生菌嘅話咧，可以降低咧腹瀉風險36%，縮短呢個恢復週期咧，差唔多1日嘅時間㗎。但係咧，並唔係每一種嘅菌株都係有效㗎。但係因為咧益生菌佢嘅作用咧係具有菌株嘅特異性㗎，必須咧要揀翻有效嘅菌株啦，並且咧配搭翻足夠嘅劑量，咁樣先至會有明顯嘅療效㗎。但係因為咧市面上面嘅產品佢嘅品質咧都比較參差，所以咧今日大家除咗識得要補充之外咧，更加要識得揀優質嘅品牌嚟到補充。
咁我記得咧，我細仔喺5歲嘅時候咧，曾經有一次腹瀉得好犀利，成朝都離唔開個廁所。咁咧，我當時咧就單靠咧，淨係同佢補充含有鋅嘅益生菌，咁就喺短短嘅4個鐘頭裏面啦，就幫佢控制咗呢個腹瀉嘅症狀。咁喺中午咧，終於可以離開咗個廁所去瞓晏覺啦。然後晏晝咧，仲可以如常咁樣同哥哥出門去踩單車添。咁後續咧，我會將呢一個嘅康復經驗啦，同埋呢一個益生菌嘅選購重點咧，分享俾大家嘅。咁大家想要學嘢嘅，就記得要關注啦。咁輕度嘅腹瀉咧，可以單靠飲食去調養啦。但係咧，對於中重度或者係有感染性嘅腹瀉嚟講咧，醫生一般都會配搭翻咧蒙脱石散啦，即係去輔助治療嘅。我相信好多嘅家長啦，都對佢唔陌生嘅，但係咧，亦都好多家長咧對佢存在誤解喎。以為咧係一種止屙藥，但係其實並唔係啊。佢係屬於一種咧腸道嘅吸附劑，佢對於咧腸道嘅黏膜咧有一種嘅保護作用噶。佢之所以能夠咧緩解呢個腹瀉咧，係因為佢可以吸附腸道裏面嘅病原體啦、毒素啦同埋過多嘅水分，覆蓋喺我哋嘅受損嘅腸道黏膜上面，去幫助促進修復嘅作用嘅。但係呢度咧，我想順帶提醒大家一下咧，佢嘅服用方式。咁每一包嘅蒙脱石散咧，係需要用50毫升嘅溫水去沖調噶。點解要着重講50毫升嘅水呢？因為咧水量如果用太多嘅話咧，會減弱咗呢個藥效啦。水量太少咧，就容易引起便秘喎。所以咧，控制呢個水量咧係好重要噶。咁蒙脱石散咧，因為佢有吸附嘅作用啦，所以咧佢最好就係以空腹嘅情況咧去服用，而且咧要同其他嘅藥物啦、食物咧都相隔翻2個鐘頭。所以咧，如果同時需要搭配抗生素啦同埋益生菌嘅治療嘅情況底下咧，建議咧先服用抗生素，然後再食蒙脱石散，最後咧先至補充益生菌。咁3者之間咧都需要隔翻2個鐘頭嘅喎，因為呢一個嘅用藥順序咧，先至可以咧最大嘅程度底下咧去保證到藥效㗎。其實咧，喺每一次照顧小朋友嘅健康過程咧，都係我哋為人父母嘅一次學習同埋進步嘅過程。我哋從一開始手忙腳亂到而家可以從容應對，呢一份嘅淡定背後咧，其實呢啲都係咧過往嘅經驗同埋知識帶俾我哋嘅底氣。所以咧，千祈唔好停止學習，尤其是係健康上面嘅知識啊！我係藥劑師樂千，持續分享實用嘅用藥同埋健康嘅知識，陪大家科學養生，減少不必要嘅用藥焦慮。關注我啦，一齊創造更自由嘅人生，加油！